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3月初4做出一项裁定，就是要推翻科罗拉多州法院以国会暴动来做理由，禁止 Trump 参选的判决。也就是讲，即马 Trump 会当来参加总统的初选，未阁受到一寡诉讼的影响。 伫咧知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新的裁定，恢复伊2024年总统初选资格了，前总统川普重新登到白宫的前程之路更加确定。 Essentially, you cannot take somebody out of a race because an opponent would like to have it that way.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禁止各州根据涉及叛乱的宪法条款，取消联邦公职候选人的资格，并且推翻科罗拉多州将川普败除伫咧因这州总统初选选票的资格决定。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是去年12月19认定川普涉嫌煽动支持者，伫2021年1月初6攻击国会。It's a major victory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and the leading candidate for the Republican nomination. The court ruled that Congress must act before states can undertake efforts to kick the former president off the ballot. 伫咧9位大法官内面，包括3位自由派大法官在内的4位，认为科罗拉多州这项决定超过必要性。科罗拉多州的官员对因这州的权力受到限制，真失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由保守派加自由派以6比3组成，其中有3位进前是由川普任命。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